早晨，今日就離開銀川，前往西寧。哇！呢啲啊就菜心田啊！哇，寧夏最出名啊！我哋香港人係最中意呢啲寧夏菜心嘅，賣到去香港啊10幾20蚊斤啊！如果夏天雨季咧，20幾蚊斤啊，有時。都係生草嘅喎。哇！我哋沿路行緊呢個叫支六京藏高速，哎呀，全部都係呢啲光復太陽能，有啲就建設中，有啲已經係營運中。哇！啲荒灘荒漠咁樣都有人住，仲要成條村添啊！嚟到中圍，全部都係呢啲咁嘅灘。呢度咧屬於騰格里沙漠，有啲地方佢哋已經搞好咗可以種嘢，有啲地方仲未得，一路咁喺度改良。嚟到呢度咧叫做沙坡頭區，中圍嘅沙坡頭區。已經改造晒啦，全部做晒田啦。前方500米，接近興人服務區。有啲村莊。直行，沿主路行駛。我哋已經離開咗寧夏，咁啊進入咗呢個甘肅嘅白銀。咁而家行緊呢，仍然係支六京藏高速。呢啲地方咧都係一啲沙漠啊、荒漠嘅地方，仍然行緊支六京藏高速。不過而家已經嚟到蘭州，嚟到蘭州咧，嗰啲山咧已經唔同晒啦。哇！呢度啲山好似七彩丹霞咁樣。噴到成個山都白晒。